見過山車由越漸駛近，來裝載深夜仍等待的人。生活有時殘酷，至少這樂園永不消禁。曾迷路的羊群，仍能被它的光帶引。想得到煙花，馬上有煙花，你未看到嗎？城堡靠想像，仍可再攀爬。流亡荒野眼前都有，遊園地裏那群木馬長大，如遺落了他，我會害怕。遊歷過成人世界，誰沒有無形傷疤？想它變真嗎？每日畫點沙，按部砌好它。如果有一日無需再隱形，孩童能嬉戲再無牽掛，蓬萊實現在高一塊瓦。希望是遠征未來那隻木馬。Thank you.